活咗大半生先至明白嘅8個人生真相啦。一、唔等到失去以後先至識得珍惜，當下擁有嘅先至值得好好對待嘅。二、能夠安穩平靜咁樣變老，其實已經係難得福氣，因為唔係個個人都有呢個機會。三、世間有件事極為公平，每個人終將離去，同樣公平嘅係生唔帶嚟，死唔帶走。四、別把人生計劃安排得太遙遠，人生無常，歲月從不等人，遺憾往往嚟自來唔切完成嘅心願。五、中意嘅衫就多穿，好用嘅嘢就多用，不必捨得而珍藏。人走之後，再好嘅物品亦都留唔住。六、人一定要活得開心，如果活得唔快樂，咁長命百歲亦都只係一種煎熬。七、務必顧好自己健康，唔好俾身邊嘅人喺你離開時反而鬆一口氣。八、天大嘅煩惱與委屈喺死亡面前都顯得輕微，學會放下先至係對自己溫柔。你學識咗嗎？